我举头看山，我的帮助对叨位来？我的帮助对上主来。伊是创造天地的主。咱三角来吟圣诗31首，天父疼咱世间正人。会众请起立，吟全首。
咱大家游玩起来，咱用四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彼拉多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，伊要去遐搁来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。做下尾逐切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们，请坐。咱来看今仔日的课英文，31篇，也是诗篇127、28。我来刻，咱大家来印。厝体若毋是上主建造。城若毋是上主固守，恁早早起来，暗暗才困。上主所疼的人，囝儿是上主所赐的产业。少年的是所生的囝儿。种地把把的人真有福气，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。你会当食双手拍拼得到的食物，你的某伫厝内亲像熬过果子的葡萄树，敬畏上主的人一定遮尔幸福。愿上主对錫安赐福予你。愿你会看见行行顺顺。咱三个额头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你予阮今仔日有一个好的天气，太阳光照阮每一个人，予阮平安度过一个风台的天。求主你愿来保守伫台湾，侪受到风台损害的百姓。愿主你保守因会当来平安度过，愿满心感谢阿罗你，因为你赐下耶稣基督成做阮的救主，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顶死伫十字架，顶流出宝血，搁担当阮的罪过，搁赐予阮活命，甲圣神，互阮会当坦然无惊吓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。主，愿感谢你，你是阮的拯救，阮的牧者，阮的快乐，阁是阮及时的帮赞。主，你设立属于你家己这个属灵的大家庭桃园教会，请做你重要的器皿，福音的出口，会当来保守牧者，甲正忠直同工，拢会当忠心徛稳伫主的言语。带领游群进入教会，正做正圣道的模范，保守你的子民脱离这个世界的邪恶甲诱惑，求圣神开阔因属灵的目睭，会当看见上帝的事。借着陈牧师的信息的透放，用油抹伊的嘴，搁赐予伊有属灵智慧圣神的同在，互阮会当来学习。行公义、好怜悯的功课，互公的心被拍破，甚至互你来过旧换新。
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愿你的国降临伫台湾，愿你将王权坐大位，拯救台湾每一个失丧的灵魂，因为互万百姓因为你会当得到真真正正的平安甲福气。愿主你保守阮，赐互阮一个良善的社会环境，安定的政治甲经济。若是合着主你旨意的，求主你来成全；若是出伫迄个歹的，求主你来阻挡看顾。安尼感恩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咱来看上帝的话，伫罗马书第8章26到39节。奉主的名，佮圣神也亲像安尼扶持咱的软弱，因为咱毋知影着安怎祈祷照所应该的，独独圣神家己用袂讲出的吐气替咱求，监察人的心的，也知圣神的意思，因为依照上帝的意思来替圣徒求。搁咱在万项事三甲来互上帝的人得到利益，就是照伊定着的旨意来受调的，因为伊所大成在的，就大成定着因甲伊的囝的三共款，互伊伫侪侪兄弟的中间做大囝，佮所大成定着的，就照因就称因做义，所称做义的，就互因有荣光。31节，论到这个事，咱要安怎讲？上帝若为咱是水为对定呢？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，为着咱众人献伊，减无煞将万事万物白白互咱吗？是水要告上帝所敬的百姓，称因做义的是上帝，是水定因的罪啊！基督耶稣已经死，并且对死人中搁起来，坐伫上帝的大边，也替咱祈祷，是水要戒断咱伫基督的痛，或是患难，或是困苦，或是恐惧。也是夭饿，也是退退，也是危险，也是来到啊！亲像所记载的，阮为着你的缘故，终日受死，看做亲像要受害的羊。反倒踮伫遮个隆重的时，咱对听咱的得胜到有春，因为我亲信，无论是死是活。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现今的，是将来的，有权能的，是权，是亲，还是别个受造的物，拢袂为戒断咱伫上帝的听，就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所有的听。愿主祝福听伊的话，搁去行的人。赞美，请圣歌队，伊要赞美的诗歌是我爱颂扬主福音。
正道，请陈牧师伊要传讲的信息是：伫忍耐听候中体验上帝的疼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分享大声，咱搁一届做伙来感谢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伫即个风台天，答阮会当坐伫即个礼拜堂享受礼拜，就是你对阮的疼。主上帝，这是何等的恩典甲福分，求主你互阮珍惜安尼的时间。恳求圣神伫分享的中间，你自由运行，手术互阮个人无共款的亮光，成做阮生命顶面的帮衬。阮将以下的时间全然交托伫你，愿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请问正圣的道路有好行无？无好行对无？总是咱刚知影啥物货叫做正圣，咱讲无好行，反正安尼回答无输就无毋对。简单讲，正圣就是正最完全的圣洁啦，正最完全的圣洁。那安尼对咱接受福音来得救，佮认耶稣基督做救主来互上帝称义。咱受洗成做基督徒了后，开始过一个分别做圣的生活。我要问的是，伫即个过程中间，咱需要开偌久的时间，才会当互咱家己完全圣洁？对接受福音、受洗做基督徒，追求完全的圣洁，到底需要用偌久的时间？5天。10天、20天，我有听到答案，无毋对，是一世人。我相信无一个要活地的基督徒会当讲家己是已经会当完全圣洁。确实，正圣的道路是咱一世人的功课，一世人的功课。总是敢有人甲你讲，你来受洗成做基督徒了后，一世人就万事如意，生活就一帆风顺，身体健康，大赚钱，拢袂拄到啥物奇奇怪怪的代志。敢有可能？咱每一个人的境遇所拄到的代志，也是讲处境拢无同，这真歹比较。因为上帝互咱每一个人的挑战甲功课拢无同。咱常常讲一句话：人比人安怎？气死人。信徒之间嘛是安尼，无啥物好比的，嘛无通比。因为上帝真正互咱每一个人的挑战甲功课，确实拢无同。咱成做基督徒了后，会发现讲，咱伫心理上、生活上，颠倒会拄到愈较侪的征战。这毋是讲咱着受洗成做基督徒啊，开拢一直无感受到上帝的疼。我反倒要讲，咱所拄到的征战、挑战甲困难，颠倒是因为出自上帝对咱的疼。就咱想要讲，咱若是无认捌律法，咱无看圣经，咱刚知影咱家己的歹甲软弱。咱若是无认捌即个信仰，咱是要安怎检查咱家己的行踏是对啊毋对？就是因为咱认捌即个信仰，咱才会感觉讲，家己身躯顶有真济需要对付，咱会感觉真压榨。今仔日咱所领受的经文，甲咱讲几项代志，甲咱讲几项代志。第一项，上帝呼召人成做基督徒，是要互人有上帝囝儿的身份，这是第一项代志。上帝呼召咱做基督徒，是要互咱做上帝的囝儿。第二项，上帝呼召人成做基督徒，是要互咱跟对耶稣基督，伫世间会当称义，互上帝看做好。
这是第二项代志，互咱会当军队耶稣来称伊，互上帝看最好。第三项，上帝呼召人成做基督徒，是要互咱甲耶稣基督相款，将来伫天顶要来得到永远的荣光。这是第三项代志。讲到这，咱会感觉讲做基督徒真好，对无？也要做上帝囝儿，也是世间称伊，互上帝看最好，一未来都要伫天顶得到啥？永远的荣光。第四项代志，基督徒面对内在的即个征战，也是外在的试探的时，信心甲耶稣拢会替咱祈祷甲恳求。咱面对咱内在的挑战、外在的试探，拢会互耶稣甲信心来替咱祈祷。第四项代志，敢是嘛真好？我看恁拢无反应，反正基督徒都做到单啊。第五项代志，基督徒面对试探甲挑战，我要讲的是，完全是出自上帝对咱的疼。咱所拄着所有的困难、困境、挑战，拢是上帝对咱的疼。毋知咱敢有看过《天路历程》安尼的一本册？《天路历程》或用国语讲《天路历程》。来有看过，请右手，互我知影者。好，感谢主，真少人看过，所以我会当办一个读册会，带咱做伙来看这本册《神煞查经》。这本小说是英国的一个基督教的作家，叫做约翰班扬的著作，伊自1678年来出版，1678年，所以自到当几冬啊？足久啊，对无？这本著作，基督教的这个著作，会当讲是英国印象重要的这个文学之一。尤其这本《天路历程》这本基督教的小说，互恁要翻译做几国的这个语言，至少有200几国啦，200多国吼。这本《天路历程》的基督教小说，上主要是咧描写这个故事内底的这个主角，伊是怎样对伫生活之对立的中间来成做基督徒，而且来开始行这条成圣的道路。真趣味，这本故事的主角，伊的名就号做基督徒，伊的名就号做基督徒。在故事的中间，虽然这位基督徒伊一开始接受福音的时，伊得到真大的自由甲透放，做事无偌久，当伊开始认真行往天国的道路，就是成圣的道路的时，伊较发现讲，原来伊内心的意念，伊肉体的需要有真济需要对付。当伊拄到试炼的时，伊较发现讲，伊根本无智慧会当做正确的选择。所以，直到安尼，伊一路行往天国的这个路程，伊常常受伤，常常跌倒。不过，故事内底这位基督徒，伊发现，其实一路人伊并无孤单，伊一路人拄到真济的朋友，会当讲是好朋友。这好朋友的名嘛真趣味，有的人号做温柔，有的人号做良善。有的人号做警醒，有的人号做贤惠，有的人号做虔诚，有的人号做仁爱。伊拄到这朋友的名，讲是真特别，真特别对无？特别倒有一个人朋友的名叫做忠信，忠信，甲咱忠信就共吼，忠信。这位忠信，伊代替基督徒。甚至替基督徒来面对这个受害甲惨死，都有一寡特别的人物，嘛真做基督徒特别的这个陪伴，有五望，有天主，有晓悟，特别有一个号做传道者的朋友，特别来鼓励，来激励，往这基督徒讲，你
赢过济的试探。你真努力，你真好。伊看见一路人有真济人行到一半，就放弃这个信仰。所以，这个传道者伊大来学了这个基督徒，伊温群坚持到最后。就我头关的介绍内底，伊拄着这个朋友内底，咱可能会想讲，奇怪啊！这个故事内底，这个基督徒拢无拄着耶稣嘛？其实，一故事的一开始，耶稣就甲基督徒一定是做伙啊。总是这个作者，伊是文理顶悬，无明写，伊无明写，这需要互读者家己去发现。其实故事自头到尾，耶稣一定甲基督徒做伙，所以这基督徒自头到尾拢无孤单。今仔日的经文内底，保罗也通过批信在甲咱讲，当咱基督徒面对各种的征战的时，其实咱也相款无孤单。当咱面对咱家己的软弱，咱只要咧对付，家己只要咧征战家己的这个需要的时，咱可能会发现讲，咱一定对付甲毋知影要安怎困求，对付甲毋知影要安怎甲上帝祈祷，甚至开始怀疑家己讲，我拢无改变，安尼敢是我祈祷毋对，所以上帝无要听。检查咱会对付到有一个程度，根本嘛无想要祈祷，放弃祈祷。总是我要讲的是，当人安尼软弱的时，圣神有愿你替咱祈祷，圣神有愿用伊讲袂出的吐气，去替咱困求。所以咱基督徒祈祷的时，并无孤单。耶稣伫克西马尼园祈祷的时，嘛显示出伊面对肉体的软弱，一定到毋知影要安怎来祈祷啊！因为咱知影讲，耶稣是克西马尼园过来要面对啥物货？十字架甲受难对无？所以伊是克西马尼园安尼甲天父上帝讲，伊讲我的爸啊，若会当求你，互我免啉即个杯；若会当求你，互我毋免啉即个杯。毋过，毋是照我的意思，就照你的旨意来实现。我要讲的是，耶稣兼毋知影伊的使命，耶稣兼毋知影伊爱受难面对十字架，伊敢知？伊知，总是伊声倒是克西马尼园，但天父上帝祈祷讲，若会当，互伊毋免啉安那即个杯，互伊毋免面对苦难。耶稣伫迄个所在，真诚实，甲天父上帝承认伊的软弱，总是信心嘛，伫迄中间来帮助耶稣祈祷。所以耶稣接续，伊个祈祷讲：毋过，毋是照我的意思，是照你的旨意来实现，是照你的旨意来实现。这个信心就是基督的神，上帝的神。所以，基督的神伫咱的内面，完全会当了解咱每一个人的苦痛甲处境。当咱忧伤的时、快乐的时、痛苦的时，是咱内底的耶稣的神，伊完全会当体贴甲了解。加上耶稣基督，伊伫世间，伊嘛家己捌面对肉体的这个罪性，所以耶稣伫咱的心内。完全会当了解咱，会当具体来为咱祈祷。讲阿门，有相信无？总是这是伫咱人愿意承认咱的软弱的时，愿意承认咱的软弱的时，伫咱内底耶稣就是信心，才会为咱来代祷。若是有人有愿要挖靠家己的困难。来完成律法的要求，有人有愿要靠家己的困难来称义的话，那安尼耶稣无法度为着安尼的人来祈祷。不止安尼，当咱人承认家己的软弱，承认咱家己的有限、无知的时，毋知影要安怎祈祷的时，
信心不只会为着咱来祈祷，咱若是听上帝，愿意亲近上帝，顺服上帝引带的时，我要讲的是，咱伫面对软弱的过程中间，上帝要互咱得到利益；咱伫面对患难软弱的中间，上帝要互咱得到利益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刚知影，咱明仔载会拄到啥物代志？后日的，后礼拜刚知，后个月、明年拢毋知嘛。甚至我要讲的是，后一秒会发生啥物代志？你刚知？咱就毋知。咱就是毋知影咱未来的道路，所以咱根本无法度为着未来为家己安怎祈祷。咱无法度大成具体。甲上帝求，因为咱毋知咱头前的路，再加上讲，咱带着这个罪性的肉体，我们带着这个罪性的肉体，咱毋知影头前的道路景有，咱真惊吓，因为咱这惊吓家己会去得罪上帝，因为咱毋知影咱会拄到啥物代志，总是听上帝愿意亲近上帝。愿意用上帝承认家己需要帮助的人，我要讲的是，上帝照常会互你拄到困难，总是伫这个困难的中间，上帝要互你对这个挑战、竞争的中间，互咱得到利益甲帮助。这亲像上帝都是囝，耶稣基督相款。伊来到世间，伊知影伊的使命，伊知影伊的任务。总是伊常常倚靠信心，向天父上帝来祈祷。伊处人的形象，伊爱面对肉体的软弱。总是咱知影讲，伊讲是嘛面对侪的挑战，伊讲是互人攻击，互人拒绝。总是我要讲的是，这一切拢毋是偶然，这拢是天父上帝为着耶稣基督安排好、计划好。就算讲伊传福音的时，有人信，有人拒绝，这拢是上帝有定的下面，上帝拢安排好啊。不管是环境、处境，还是人对伊的反应，上帝拢一定有定好啊。其实这对咱每一个基督徒嘛是同款。咱基督徒伫面对信仰的顶面，侪挑战，不管是伫家庭。是咱的工课，也是咱教会的服侍，这一切拢是上帝所安排、计划好的，为着是要互听上帝的人来得到利益。咱要注意一点，只有愿意听上帝、亲近上帝，用读经甲祈祷来仰望上帝的人，才有法度伫发生一切代志内底有敏感的心。来发现这中间的意义。我要讲的是，咱敢有常常拄着互咱后悔懊恼的代志，咱讲是只有过一段时间回头发现讲早知影，咱讲是常常讲即句，早知影嘛对无？咱要安怎来避免即个早知影？就是爱常常听上帝、亲近上帝。祈祷上帝，看上帝的话，咱才会当伫困难的中间、冲突的中间，来看出讲上帝互咱面对这个代志，内底有啥物款的意义？内底有啥物款的意义？咱恳求信心来为着咱祈祷，嘛是要互咱的灵性会当精英，来领受上帝伫困难的中间，要互咱的利益，互咱的造就甲装备。所以伫正常的道路顶面，我要讲的是，咱必须爱谦卑来接受各种的挑战，亲像耶稣相款，伊从来无向天父上帝来埋怨，伊是顺服到底。当耶稣互人拒绝、互人攻击、互人阻挡的时，上帝敢有甲伊三甲伫地？当耶稣是克西马利园是遐真艰苦，伫祈祷的时，上帝敢有甲伊三甲伫地？
当耶稣互人出卖、互人掠去、互人逼迫的时阵，上帝敢有甲伊三甲伫地？就是上帝伫十字架顶，就是耶稣伫十字架顶，上帝嘛甲耶稣三甲伫地。我要讲的是，当咱倚靠信心来跟对耶稣的人，咱在座每一位拢是上帝所拣选，要来行分别做圣生活的人。只要愿意跟对耶稣脚步的人，我要讲的是，坐伫宝座正边的耶稣，拢会替咱每一个人来祈祷。阿门。当咱对付咱家己，当咱面对所有的困境，到毋知影要安怎祈祷的时，我要讲的是信心，犹原会用讲袂出的这个土柜替咱来祈祷。阿门。祈祷信仰毋是求一个事事亨通、万事如意的一个生活，因为上帝要安怎收拾互咱温顺，要安怎甲咱操练，要安怎甲咱调整，要安怎甲咱塑造，咱拢毋知，咱拢毋知影。甚至伊要收拾互咱极大的温顺甲稳定，嘛是超过咱人的想象甲明白。毋知影伫咱的中间，竟有人因为肉体的痛痛、破病久久，也是讲捌受伤有旧伤，到即马才会肉体的病痛，你到即马还阁感觉真艰苦的无？毋免野手。咱中间敢有安尼的人，面对家己身躯的苦痛，到即马拢还袂医好，一直爱面对，一直爱精进的。咱甲咱边仔人讲，耶稣知你的痛痛，耶稣会扶持你，我嘛要扶持你。毋知影是咱的中间，敢有人家庭的问题，因为冤家，因为无法度沟通，有冲突，也是因为创伤所造成的这个脱害，直到无法度去恢复较早的关系，直到互你感觉真操烦、真受气、真忧伤的无？咱甲咱边仔人讲，耶稣知咱的忧闷，耶稣会陪伴你，我嘛要陪伴你。咱中间敢有人因为是做工课的所在，甲同事有误会、有冲突，也是讲无好的沟通、无好的协调，直到人际关系真歹，互人排斥，甚至做工课一直拢做袂好。敢有人有安尼的情形无？咱甲咱边仔人讲，耶稣知影你的压力，耶稣会关心你，我嘛要关心你。咱中间敢有人因为经济压力，直到常常感觉真无力，身躯真野懒，真失志，甚至感觉讲未来无啥物希望。咱甲咱边仔人讲，耶稣知影你的辛苦，耶稣真正了解你，我嘛想要了解你。最后我要问的是，咱的中间敢有人捌有啥物款的代志，直到互咱到即马犹原真后悔、真懊恼，甚至无法度原谅咱家己的无？咱甲咱边仔人讲，耶稣一定替咱死，无搁控告家己。后壁即句真重要，耶稣疼你，我嘛疼你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所拄到的这一切，拢伫上帝掌权下面。我要讲的是，上帝从来无放弃咱。
上帝只是要引带咱会当来倚靠、仰望主耶稣基督，伫生活上、伫肉体上各方面会当来得胜。到阿们。咱拄着万项事，拢是只甲咱磨练、甲咱塑造、甲咱调整，互咱的灵性会当改变来换新。这一切拢是出自上帝对咱的听。咱基督徒不管是伫灵性顶面对付咱家己，还是面对各种的试炼甲挑战，我要讲的是上帝有缘通过信心，伫引带咱基督。上帝有缘通过信心，伫引带咱基督。当咱基督甲毋知影咩基督的时，伫天顶，上帝宝座的正平，有送只要为咱基督恳求，有送耶稣基督。这就是上帝对咱基督徒的听。虽然咱基督徒伫世间有苦难，总是上帝用意就是一只，伊要通过互咱把握珍惜这个短暂的人生，去仰望，去看去迄个将来愈较好，充满阳光，迄个属天属灵，佮永远的福分，拢有为着咱来陪伴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伫你的竞选下面，阮会当成做你的囝儿。伫你的竞选下面，阮有属天的福分。总是主，阮虽然成做基督徒，阮实在毋敢伫你面头前讲，阮一定完全得胜，完全圣洁。主啊！你嘛看起阮，常常为着家己的肉体私欲来征战。我嘛常常因为阮所拄着的万项事，一下真艰苦、懊恼。总是主，当阮无法度的时，恳求你的信心来替阮祈祷。主耶稣，阮相信也只有你会讲完全体贴阮每一个人心内的苦痛，因为你嘛捌来到世间，真做人，捌面对这肉体的罪性。感谢天父上帝，有一位主耶稣基督圣囝，一报道证替阮来祈祷，也愿主信心帮助阮，在阮拄着困难、困苦、忧伤的时，求你的信心提醒阮，其实阮并无孤单，因为信心教阮三个伫地。主耶稣基督伫阮的心内，替着阮来代祷，恳求上帝你的神常常来提起阮，会当互阮勇敢、坚强、坚持，继续来行这条正圣的道路。主安尼向你恳求、祈祷、交托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求主将你的话刻掉伫我心。三甲来吟圣诗593首，拄着试炼，知会为你真艰苦。请兄弟姊妹起立，吟全首。拄着试炼，知迄话你真艰苦。你到落日前望四面看无路，你煞
所得的恩赐甲行像来记，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，主的恩典追求成着效，主的恩赐你减算袂了，主的恩赐甲行算来记，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。有时歌路全都改到心乱乱，要以上帝听通背起家无关，你所得的恩赐搁再想来记，用伊就会过去直接爱吟诗，主的恩典你着算着效，主的恩赐你减算袂了，主的恩赐。甲行算来记，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，上落去天地大家伙，落去土开双向天地有出体，你所得的恩赐这是无见的，你的宝贝尊贵减无空伫天。主的恩赐你着算来效，主的恩赐你减算袂了，主的恩赐大行算来记，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，所以经过试炼无论大小事，为着累积希望上帝尽做主。你所得的恩赐，照旧想来讲，主的恩惠帮在因带到天堂，主的恩赐你着算着效，主的恩赐你着算袂了，主的恩赐大行算来记，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。请坐，奉献，请赖建成、黄文光执事。今天中午好。会长请起立。
来报告大圣，咱来看今仔日的金句。罗马书第8章28节。搁咱知万行事三甲来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，就是照伊定着的旨意来受调的。罗马书第8章28节，请。搁咱知万行事三甲来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，就是照伊定着的旨意来受调的。搁咱做出第章28节。搁咱知万行事三甲来互听上帝人得到利益，就是照伊定着的旨意来受调的。罗马书第8章28节。后，咱来看今仔日的周报第1页。澳洲要服侍人员，咱请家己来注意来看周间的聚会、各团契。甲教育部的课程，咱请所有的同工老师来注意。第3页，教会小组的聚会，拜3、拜2的聚会，请大家来注意看吼。咱家己详细来看。奉献第7页，奉献第7页，奉献的名词，人讲有错误的，来甲中级来讲。消息报告：本主日7月30号，关怀部会中午12点30分是701会议室来召开，请部员来出席参加。第2，主日2会议甲校长的改选，伫个下晡1点30分伫九楼的办公室，请同工老师。各班主任来出席参加。8月5号下午5点30分，伫7国1来召开大楼管理委员会，请以下人员来出席。咱家己来看8月5号，迄是后礼拜，或是后礼拜，即礼拜拜六，后主日8月6号庆祝父亲节活动，欢迎邀请爸爸们一起来欢庆搁有主日2儿童来献诗，愿主祝福给所有的爸爸。8月份7月的中级长老陈为民执事、赖建成、吴梦书。第3，来后礼拜呢举行圣礼典，第1场有圣餐食，第2场有圣餐食甲洗礼食。咱请所有的兄弟来备办心，这是8月份的生日的名单，咱家己来当来看，伫后主日来举行。得胜者伫礼拜后结束了，伫4楼交易室举行会长的改选，请得胜者的同工来出席参会。今仔日得胜者团契是今仔日结束，马上伫4楼的交易室来举行会长的改选。后主日呢下晡1点，伫701会议室来召开小会，请所有小会员来出席参加。小会消息：本期完成受洗领洗礼的课程的名单：刘子仁、邱瑜琪、任珍妮、樊之君、李应灿。来8月号受洗礼领洗礼的名单：坚信礼刘子仁、成人喜邱一琪、信仰告白任珍妮、樊之君。第2，会友会籍的名单公布伫4楼的公布栏，请会友来家己看，若伫问题直接伫个纸的顶面会当来改。团契改选监选长老的名单如下，咱请家己来看。咱掀过来，教会消息。教会消息第9页遮，会友敬虔来礼拜，为提早到，往前坐来开始。咱请大家来一卡头前的提早到，毋通来迟到。
请大家呢彼此来提醒，伫咧小组、伫咧团契来彼此提醒，为家己为心来做起，来敬拜归于上帝。主日爱餐的宣导，为着互厨房呢有充分的时间来准备。爱餐开始的时间伫咧11:30开始。主日礼拜后，先伫咧4楼来交易，来关心，尤其是新来还是久无来的会友，则个由书会来通知起来6楼来用餐。所以今仔日咱的真紧，即马11:03，佫有差不多20几分的，请大家骹步留较慢的，再踏步留较慢的，等下会后呢，伫遮来交易。唔好安尼一声拢走去6楼顶2礼拜时间拢爸拄啊好，即礼拜有较早。第三，儿童主日2师资的特别训练班时间伫8月5号、12号。第2个时间是8月19号、26号，有2个梯次，拢总有12小时，符合其中一项的，欢迎你来参加。第一，通过儿童主日2班主任的推荐，16岁以上现任的老师也是助教。第二，经过长老也是执事推荐，已经领洗礼的基督徒，22岁以上稳定伫台湾教会聚会1年以上，若有这个负担的，赶紧来报名。后礼拜，这礼拜6就要开始第1梯次的，地点伫701教室，来甲办公室与同干事来登记，来完成所有的课程的，咱来上主日学师资的培育手册，甲圣经总览。第四，夏季的青年灵修营，夏季画图的灵修，伫8月19号到20号，拜6上午8点出发，要出发，下晡呢到20号，下晡5点回程。这是伫迄个复兴乡，伫咧复兴乡比亚外教会，比亚外教会，欢迎赶紧来报名，咱的青少年的朋友来参加夏季的青年灵修营，灵修营费用是1000块，向社学少会长也是辅导来赶紧来报名。第四，平安7月节的音乐会，邀请慕道友一同来参加平安音乐，就伫1楼甲4楼的公布栏，咱拢有海报，通好来看。演出的单位是男神，由骆维道牧师带领120个人的合唱团，3个单位雅歌合唱团、男神乡音乐声、点心大合唱团。购票的方式去向新的分区的小组区组长，也是与同干事来缴费报名，一张100块。最后，教改消息：第一，生命教育总宰讲师的培训，就培训咱陈牧师来受派，伫中会的教育部来前往来训练，8月7号到9号有3天的时间，请兄弟来带导。特中妇女灵修的旅游，伫9月4号到5号，拜1到拜2，伫南投集集水里东埔温泉，东埔温泉2天1日啦，来报名，来向朱美玲姐妹来报名。以上报告，来以上请牧师来给咱介绍新的朋友，补充报告。各位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透过维明长老公生命教育总宰，我错一条，从此啊，因为总宰好我小可上歪去啦吼。来，好，唔通再继续上落去啊。来，直接来介绍第一个来到咱中间的新的朋友，以及一寡补充的报告。第一位这是庆祝长老的这个厝边。张国宏、张国宏弟兄，是咱的头前者，拍拍来欢迎。迄名敢有拍毋着？是民宏国宏，
民宏啦，我都重新介绍，我大概名念着，大家都拍一解谱啊。张民宏弟兄，好，请坐，谢谢。后主日除了咱要庆祝这个父亲节以外，咱的第二堂的礼拜是这个圣教主日特别是圣歌队有特别的这个准备，正适合咱邀请咱的朋友、慕道友来参与安尼的一个圣教主日，因为这个中间特别是用诗歌来传福音，所以毋茫咱当带咱的同事、咱的朋友做伙来参与，咱看到头壳第9页有讲到，会友敬虔礼拜吼，来咱遮检查咱的椅仔，敢有写咱的名，还是打咱的名无？检查一下，无吼。但是牧师逐礼拜徛起来吼，我拢毋免加看，我某一个方看去哦，知影送有来送无来。因为恁拢固定坐一共一个位来，你即半冬来吼。你拢一直坐伫迄个位诶，请亚洲好我知影者。后来咱秀榜的那个主的长老，我们来制作贴纸啦，好帮他们贴名字好了啦，都已经定性了。好啦，我一只尽量鼓舞啦吼，咱会当头前有即个空位吼，咱就向前来坐啦吼。好，第二个就是有讲到即个爱餐哦。讲11点半才会使去，这毋是要甲咱限制啥物货啦，只是讲咱爱餐的当工吼，真辛苦。若不是时间未到吼，咱迄碗吼摕咧徛咧迄饭桌边啊吼，真正造成内底人真大的压力啦。吼，咱若是要想讲食着好食青草的饭吼，毋通互伊压力。吼，咱若是去热闹的时阵。你着无椅无椅，安尼小可看一下去找椅坐，毋通摕碗吼攞徛一遐，安尼好无？好吼，总是咱嘛爱逐咱爱餐小组的遮的各同工吼，但讲一句多谢啦吼，真辛苦。好，以上一只做补充的报告以及介绍。上扬390首，阿罗天父万福本源。兄弟请起立。阿罗天父万福本源，全心皆大天来相传。阿罗中国强烈万贯，阿罗相信感化罪孽，修持灵命，恩惠利亲。阿罗向百姓相信三位一体。齐情齐情，阿门。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引带，愿宝座顶的主耶稣。以及一阮心内信心，引带阮、陪伴阮，来行这条正圣的道路，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
祝歌。灭倒。平安日，咱三甲起立，来互相请安，讲耶稣听你，愿你平安。咱担当四楼来交谊，来请安。咱担四楼、五楼，咱先唔免赶紧。咱得胜者团契同工，即马到交易室来开会，来选举。哎呦！咱先留等四楼，先留等5楼。来互相请安。有安那无？谁？喂。喂，有大声一点，好。麻烦得胜者的同工，得胜者团契的同工，我们要在4楼的交谊厅选召集人。得胜者的同工，敏周兄、美丽姐、
还有碧慧姐，碧慧姐今天没有来哦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啊，对啊，我们在4楼选那个召集人，得胜者团契的同工，请往前集合一下，就在这边，就在这边，得胜者的同工兄姐弟兄姐妹，得胜者的同工弟兄姐妹，还有，那刚刚不。美丽姐，美丽姐，哦，是你老婆是丽梅，丽梅姐，丽梅姐，好，对啊，我要叫她留下来的。还有闽州兄，闽州兄，楼上的闽州兄，闽州兄。我们的牧师娘啊，没有牧师娘，她这多啦。